滯後策略，官員分歧再加劇。大家好，我係 PS 皮亞斯，歡迎大家收睇今日嘅美股3分鐘。中意呢個內容記得俾 like 同 subscribe。今日重點就係美聯儲議息，官員分歧再明顯咗。鮑威爾強調 Fed Put 依然存在，但係話如果唔見到勞動力市場惡化或者確定關稅通脹唔高，想減息就冇咁容易啦。而市場上啲聰明錢都係睇淡美元，睇好全球股票，同時大機構繼續部署週期股，博經濟上行週期。後面我仲會同大家齋講一講全球基金經理點樣諗，仲有自動駕駛板塊競爭加劇 ，Amazon、Waymo 各出招 ，Tesla 又頂唔頂得住呢？準備好，正式開始。美聯儲議息會議解釋今日三大指數高開低走，納指勉強升咗0.13%，S&P 同道指都跌咗，其實全部焦點都係美聯儲議息。今次又係預期中不加唔減，將利率卡喺4.25%到4.5%之間，仲冇搞縮表。聲明最大分別係話經濟不確定性有啲降，但依然係高位，其實算係啲正面信號。市場一出聲明即刻炸上去，但係經濟預測同點陣圖嗰啲信號就冇咁靚仔啦。官員下調 GDP 預期去到1.4%，反映嘅擔憂多咗，但失業率只係微升，整體通脹預期升去3%。核心通脹正式講明，驚疫情之後關稅升溫，不過路徑上邊大家都信2025會落返嚟嘅。年內減息機會中位數睇住3.9%，兩次減息機會，但內部嘅分歧大咗，去到7個官員支持今年唔減。總體嚟睇，立場更偏鷹，等睇多幾組數據先決定啊。鮑威爾發言解釋同減息展望記者會，皮亞斯覺得鮑威爾今次滴水不漏，咩明確嘅signal都唔肯俾。佢重申經濟同利率都喺個好位，美聯儲可以等，明示唔想太快喐。咁而實際上只要見到失業率惡化或者通脹真係冇咁高，先會諗減息。佢話要有謙卑心態，通脹未傳導晒落消費者身上，等啲數據講嘢。呢啲都暗示7月減息基本上冇咩可能。9月先至再睇，咁皮亞斯自己都覺得啦，就算個關稅升PCE 升幅有限年內減息未必斷纜嘅。Fed Put 同投資者嘅策略對我哋投資者嚟講，其實減幾多唔係最大重點，最緊要美聯儲減息立場冇變 ，Fed Put 依然到底，對沖市場大波動，只要有市跌機會，反而係更好機會吸貨。唯一政策風險係鮑威爾會唔會換人，之後主席立場可能影響市場。但係近期最大焦點係7月9號關稅談判死線之前點部署先至重要。全球基金經理調查資金流向點睇？依家講下最新美銀全球基金經理調查數據顯示，市場情緒回正，指標全面彈翻1月前水平，金髮姑娘式做好倉又翻嚟，現金倉位由4.5%跌到去4.2%嘅，2個月連跌，創近半年最大降幅，顯示基金經理係開倉買貨。牛熊指標升到5.4，情緒指數3個月新高，大家對經濟軟着陸好有信心，對全球衰退恐慌回落。咁睇下復甦板塊啦，做好倉呢，最愛全球股票，其次美股、黃金、債券最尾。人夾人都睇淡美元，推高環球市場，而新興市場依家估值只係13倍 ，S&P 就成21倍，屬價值華寶。同時呢，大家最擠擁交易都係做好倉黃金。7大科技股同埋做淡美元，反映個個都信美元後市唔掂。咁資金明顯由歐洲新興流入週期股、能源、工業等。最大風險同未來市場展望，而最大風險繼續係貿易戰。大多機構話一出事會全球衰退，不過依家都估計頂多搞下，唔會太嚴重。除咗貿易戰呢，大家擔心就通脹啦、美聯儲加息信用危機美元崩潰但係可能性其實唔大㗎。皮亞斯睇法係市場依家中性偏樂觀，唔係勁吸引買入位，但係未頂，反而貿易戰再嚴重都難返4月初咁大跌。短期仲要睇日韓歐盟談判，但隨住特朗普出新法案，後市嘅焦點會返去降息同埋監管。所以下半年美股皮亞斯都叫大家樂觀啲嘅。自動駕駛新戰場 Amazon、Waymo、Tesla 去到最後一段，講講自動駕駛。美國而家 robotics 打車市場超過3萬英里，計翻每英里5毫，市場有萬幾億美元。今日消息話 Amazon 全力搞自動駕駛，矽谷廠房計劃每年生產1萬部 robotaxi，直接挑戰 Waymo。
Amazon 咧，其實2019年咧已經收購 Zoom，目標咧2027年咧年產萬㗎。但係皮亞斯覺得呢個生產速度太慢，Waymo 同 Tesla 咧到時應該已經霸晒大部分城市㗎。Waymo 而家宣布會喺紐約搞測試，大家都知紐約開車有幾難啦。好大信心先至敢揸去嗰度嘅。咁生產能力方面呢， Waymo 依家都有限嘅，每年計劃產到2500架，仲要靠同 Toyota、吉利等大廠合作保生產力。咁而 Tesla 方面 ，Robotics 版即係 Robotaxi， 今年6月22號正式上路。奧斯丁已經有啲片走出嚟，據報 FSD V14 模型比 V13 升4-5倍，不過實際有幾犀利，真係靠用戶驗證。自動駕駛投資機會同行業前景，皮亞斯覺得自動駕駛肯定係未來大市場。而家誰快誰平就邊個贏啊。Tesla 有生產速度優勢，奧斯丁驗證到就可以大規模複製，價錢又平過 Waymo 同 Zoox， 好快霸市場。唯一就係安全性同 FSD 易唔易俾人抄。有大戶 Gary Black 都話其實好易俾人學，但係幾時都係做咗先見真章，時間會俾到答案。多謝你同我皮亞斯一齊 update 完最新嘅投資熱點，記得訂閱同撳埋個鐘仔，聽日見面。